可能大家都未聽過有電動大架嘅電單車，只要撳掣就會自己升起大架，咁以後起大架嗰陣就唔使再驚跌車啦。就連到後鏡同埋風鏡都有電動功能，揸緊車嗰陣要調校角度都方便好多。響10月底，恒信車行就會翻呢架終身 Cyclone RT5嘅綿羊，其實佢係250嘅綿羊。其實恒信之前已經引入過幾款終身嘅綿羊，仲有呢一部150嘅迷你車。至於即將到港嘅 RT5，水冷單缸引擎，最大馬力有26.5匹，裝備重量190公斤。佢亦都有好多電子功能，例如盲區監測啦，啲車響後面衝上嚟，到後鏡會着燈 ，TFT 彩色屏幕，前後車 cam， 仲有發熱扭油桶、發熱坐墊、無時着車、USB 充電插頭、ABS 同埋循跡系統等等，燈底空間都好大，可以擺到大頭佛。至於價錢呢，就要等架車翻嚟之後，俾海關評完稅先至知道售價啦。